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繼續嚟到我哋嘅2026年 DSE 數學科倒數攻略系列嘅第86日嘅部分啦。咁啊，承接住前幾日嘅話題咧，今日我哋會繼續探討一啲同組合概率相關嘅容易嘅 DSE 嘅題型噶。好啦，嗱，即刻睇睇今日呢條問題先。好啦，佢就話啦，而家有8個波，分別寫住1至到8啦，1、2、3、4、5、6、7、8嘅。而家要喺呢堆波裏邊隨機同時抽出兩個，然之後佢就問兩個數字嘅積要係偶數嘅概率係幾多？O.K. 嗱，其實呢條問題咧個難度比起我哋前幾日所示範嘅例題咧個難度係冇明顯高度㗎，其實都係嗰啲嘢嚟㗎咋。不過佢今次個形式變咗，佢就唔再係用嗰啲咩紅色波、綠色波啊、男仔女仔啊、初中生、高中生咁樣去分類。今次咧係用單雙數去分類嘅啫。好啦，嗱，如果睇緊呢段片嘅你咧係應屆 DSE 嘅同學咧，我建議你撳停段片，自己試下做，睇下做唔做到先。做完啦，有答案啦，先再翻嚟對翻都未遲噶。好，咁我就唔喺度等大家啦，因為你可以撳停佢噶嘛。好啦，嗱，講翻呢度先。呢條數有兩個關鍵嘅字眼，積同埋偶數。咁究竟呢兩個字眼係代表咩意思咧？積其實即係解乘咁解。咁點解唔直接寫乘啊？因為乘係嗰個過程嚟嘅，個動詞嚟噶嚇。乘係解兩個數乘緊個動作啦，你當係一個 verb 嚟噶。咁而積咧就係乘完之後個結果啊，係個 noun 嚟㗎，係個名詞嚟㗎。突然間好似教英文咁，係咪？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你可以一般嚟講咧，我哋做問題咧都唔使咁深究嘅，即係你見到積就當佢理解做乘就可以㗎啦。好啦，佢就話兩個數乘埋之後咧，要係一個偶數嘅概率。咁偶數又係咩咧？其實即係雙數，即係單雙咧，我哋會叫做基數同埋偶數嘅。咁偶數嘅意思即係雙數。好啦，嗱，有別於前幾日嘅題型係用嗰啲咩紅色波、綠色波啊、男仔女仔啊、高中生、初中生咁樣去分類咧。今日咧，我哋要用數字去分類。嗱，你諗下，而家佢喺8個波裏邊隨機抽兩個出嚟。首先個分母咧，一定係8C2嘅，呢個實唔會錯先啦，係咪？好啦，咁然之後個分子係點樣分類咧？嗱，我哋一貫嘅做法咧，都係會將題目俾我哋嘅嘢咧，分開做兩類嘅，紅波、綠波。男仔、女仔咁樣分開做兩類噶嘛，今次都唔例外。我哋會將佢分開單數同埋雙數嘅。咁單數嗰邊好明顯就係1357啦，咁而雙數嗰邊咧就係2468啦，兩堆嘢嘅。咁我哋而家就要諗啦，如果我抽兩個數出嚟乘埋，要係一個偶數嘅話，咁究竟我可以抽啲咩數出嚟乘埋先會係偶數咧？嗱，其實你不外乎得3個可能性啫嘛。你一係就抽中兩個都係奇數。奇數乘奇數，一係就抽中兩個都係偶數，偶數乘偶數，一係就抽中一個係奇數，一個偶數。啊，其實冇第四種可能性噶啦，即係一係就兩個都係奇數，兩個偶數，或者一個奇數配搭一個偶數。其實不外乎得呢3種嘅配搭啫嘛。好啦，我哋而家就逐個諗下呢3種嘅配搭有啲乜嘢組合會乘到個偶數出嚟。試下奇數乘奇數先啦。求其諗兩個基數啊，喺呢度，譬如5同7咁樣乘埋35嚟㗎，係乘唔到偶數㗎，所以呢一個組合係唔 work 嘅。好啦，偶數乘偶數又如何啊？例如2乘6咁樣啦，2乘6 12，咦得嘅喎，偶數嚟嘅喎，所以呢個組合係 work 嘅。好啦，奇數乘偶數喺呢度執一個，喺呢度執一個，睇下乘埋會唔會係偶數？例如我執個1再乘呢個8，1乘8，誒係偶數噃。咁所以奇配搭偶咧，原來都係得嘅喎。咁所以我哋會知道啦，其實係有兩種組合咧，可以完成到題目嘅要求，分別就係4C2，兩個數都喺偶數嗰邊抽出嚟。你唔使兩個都偶數都可能會做到嘅，但係你至少都要一個偶數啦。所以就會喺一係就奇數度執一個，偶數度執一個。呢兩種組合都可以完成到題目嘅要求。我哋要將呢兩種組合嘅數量加起去。好啦，撳機嘅咯噃，呢一度 4C2 啦，再加 4C1 即係4嚟嘅嚇，即係4乘4啦。好，撳咗出嚟先，再除翻8C2㗎嚇。好，一撳就會撳到係11/14。咁所以答案自然就係 B 啦。OK，如果對於呢一類 DSE 攻略影片咧係覺得幫到手嘅話咧，咁啊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俾個 like 鼓勵下我，同埋留言話俾我知。對於呢一條數有冇問題想問翻我啦？我哋聽日嘅影片再見，拜拜。